台南市都市赛职业工会响应华山基金会爱老人 K 歌爱心餐会，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虽然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3档，不过都市赛职业工会也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老人服务。除了支持专属的倒菜费用，另外还佫号召多位义工来加入，以传统的办桌形式。宴请独居加行动不便的长者。时隔3年我们在3年之后呢，再次办理中秋餐会 K 歌的一个主要的活动，然后希望说呢，可以让好久不见、3年都没有见的长辈呢，可以除了一起团聚，然后提前欢度中秋节之外，我们今天也跟台南市厨师工会一起合作，然后由台南市厨师工会的义厨们，然后煮好吃的让长辈可以吃。今天一共席开24桌，加上义工的话呢，全部的人数大概是240位。那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号召更多像是幼牙幼儿园啊，或者是说像省工国小这样子善心的单位，然后来表演，然后来让长辈可以唱歌，然后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那也希望说可以号召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是说可以号召更多善良的善士们，然后一起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因为3档外来工会拢一直无机会通去来办理着这个义厨的这个工会，因为这疫情来影响，今仔有这个机会，阮内底今仔日这义工队差不多一半的人听着讲要来过来做这个义厨，要来互咱台南市这个长辈会当安尼响应着阮总破西的这种个手艺所以呢大家足踊跃的。阮今仔日虽然做30多名，不过阮有30几个义工队的这个队员拢来参加了，所以伫遮感谢。现场总共是开24桌，包括议员林美燕、罗坤福、加李启伟等这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食饭上爱大啦，食饭上爱大，所以我们厨师工会在需要的时候，它绝对是付出最大的然后比你去用钱去买搁做较好，咱会知影拄啊红牌不过再怎么样来自各地的爱心都希望各位长辈你们都能够快乐，你们都能够幸福。你感觉讲过年过节，但是人好有人去陪伴着你是无孤单的，你们是不孤单的。阮来即个大家温度，互你大家较欢喜，较幸福，安尼有无？因为有恁咱遮的聚会，咱遮的长辈咱会感觉下主感觉讲足温暖啦。今仔日办这个活动感谢咱华山基金会以外，跟咱的厨师工会，有恁大家大彩就出来安尼。而且嘛，祝今仔日这个活动会当顺利，会当圆满，祝大家身体健康，家世快乐，谢谢。现场除了幼儿园的舞蹈表演，另外还有新光国式的战鼓、重头戏，就是由着都市赛甲贵宾戴着怀旧的装扮进行上菜秀，甲长辈来翕相，并且一一为长者来硬菜，予所有的长者提前欢度中秋佳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